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第19节，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基督合一。挪亚时期的人们，他们背离了上帝，犯了罪，他们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在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记载了上帝因为人的邪恶而后悔造人，上帝就让人们去面对即将要来的大水。再者，也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背离了上帝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，即便上帝的话语警告临到他们即将会有大水肆虐，他们仍然会自我行我素，不愿意听的。当时只有挪亚以及他们一家的人愿意听从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然后在山上盖了大船方舟，因而他们一家8人以及所有的动物们都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存。也因为他们的顺服，让挪亚以及他们一家子与上帝能够结合，他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保守，也使世界能够因此蒙福。在方舟里的挪亚家人以及所有的动物，经历了大雨、大水的淹没。他们因为与上帝的合一，生命就得到了保全。圣经说，上帝从未忘记挪亚和所有的动物，跟他在船里面的动物。他叫风吹大地，水就开始消退，地下深渊的泉源和天空的水闸都关闭起来，大雨也停止了。150天内，水逐渐的消退。7月17号，船摆在亚拉腊山脉的一座山上，水继续消退了。到了10月1号，山峰开始出现。上帝他不会忘记了属于他的人，并且会将恩典赏赐给他们。对于挪亚来说，水退的是困难已经过去了，苦难已经过去了，他们即将要迎接的是美好的未来。因为挪亚的生命是连结在上帝的生命里面，上帝告诉挪亚说，你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要从船里出来，跟你在一起的飞鸟、牲畜和爬虫你也要带出来，让他们在地上繁殖，布满大地。于是挪亚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离开船，所有的牲畜、爬虫和
和飞鸟也各按其类，成群的出了船。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说过：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或是说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，我就在你们里面。是这样的一个与基督合一的生命。当然，基督徒应当要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才能够领受复活的救恩。保罗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书信里面这样说道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，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吗？当然不。从罪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已经是死了。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在罪里呢？你们一定知道，我们受洗与基督耶稣合而为一，就是受洗跟他同死。借着洗礼，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，一起埋葬。也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，使基督从死里来复活，我们同样的要过着新的生活。如同基督徒，我们跟基督一样合而为一，经历了他的死，我们也同样要经历他的复活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为的是要摧毁罪性的自我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。基督徒必须将自己交给基督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。如同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也这样的提到，无论谁一旦是有了基督的生命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去追求一个更新的生命，将过去给埋葬了，让我们的旧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与基督结合，然后成为一体，与基督可以同复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诗篇124篇，拯救者上帝。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么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网罗，网罗破裂，我们得到了自由。我们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
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让我们因着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而能够来得救，与基督能够来合一，能够经历他的死与复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